你好，歡迎返嚟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之前2集我哋分別完成咗重啟內在導航系統同學習駕駛技術，呢啲都係不可或缺嘅準備。今日就意味住我哋要正式將車駛上公路，親手創造想體驗嘅風景。呢一集正係關於整合與創造，點樣將覺醒嘅意識穩固落嚟，鑄造成一個嶄新嘅現實。因為當你持續實踐跟隨興奮，一個微妙而深刻嘅轉變必定發生。你唔再只係單純做新事情，而係開始成為一個新嘅人。你嘅價值觀、人際關係，甚至對時間嘅感知都會悄然重組。呢個過程並非逃避世界，而係帶住更強大嘅力量同喜悅重返生活，並為世界帶嚟你嘅獨特頻率。我哋將會探討3個關鍵階段。首先，重塑個人實相，繼而喺舊結構崩解嘅時候，保持覺知與及智慧，最終接軌你同人類集體覺醒嘅深刻連結。跟隨興奮並唔係一個終點，而係一條清晰嘅路徑，佢終會引領你去到你獨一無二嘅使命或服務形式。巴夏教導我哋，做你熱愛嘅事同服務他人根本唔係兩件分開嘅事，而係同一個硬幣嘅兩面。點解？因為當你全程投入自己最高興奮時，你自然就會處於最高嘅振動頻率，而你喺呢個狀態下散發嘅能量、創造嘅作品帶嚟嘅改變，本身就係對世界最自然亦係最有效嘅服務。